防止我唔記得，我要拍低佢。呢間康柏酒店咧，有冇嚟住？第一，佢係竟然冇雪櫃嘅咁大間酒店。第二，係乜嘢電視都冇得睇嘅，冇卡片睇，冇電影睇，全部要收錢，好渣，叫做康柏酒店。第三，一個極度失望。今朝而家幾點啊？10點半，隔離喺度裝修，冇點個酒店有間房有客，隔離喺度揼，轉，跟住過去少佢嗰個裝修佬仲要話俾多1分鐘我，跟住話你咪再揼啊，跟住仲要偷偷地揼多幾下。太太吹頭，你知啦，梁子對呢啲吹頭咧，佢有要求噶嘛？呢啲風筒咧係10年前嗰啲風筒嚟㗎，年咁陳太琴日吹啦，跟住吹下啲風筒咧就冇得的咁唔着。跟住打嚟問佢，佢話係啊，呢啲係啲熱能感應嘅風筒咧，太熱咧係會熄咗唔着喎。咁啊小弟孤陋寡聞，而家做呢啲咁嘅風筒即係太熱都會自己熄嘅，跟住陰公，跟住咧吹一陣咧就等佢凍翻，跟住就再等佢吹可以再着翻再吹。黐人線，有都唔理呢間，跟住大家冇嚟康柏酒店，唔知其他酒店係咪都係咁啊？但係呢一間咧龍崗一間咧就係咁啦，太唔掂啦！咁冇雪櫃啊，嗰啲 cheap 嗰啲公寓啊，你諗下我啊琴日啊喺東莞啊住嗰啲咁 cheap 公寓都有個勁大嘅雪櫃，同埋雙門嘅雪櫃，有冇搞錯啊大佬？200幾蚊嘅酒店都雪櫃，點400蚊嘅酒店冇雪櫃啊？有冇雪櫃？有冇電視睇？有冇10年前風筒？跟住隔離嘅裝修有冇搞錯？不過你睇呢個小節就咪好好瞓。好就係咁多啦，記得大家唔好租康柏酒店，唔掂，拜拜。